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喜来嘅》，我係吳依容。喺6月20日呢，高雄嘅威武營會有一場音樂會哦，按到鳳凰花開南風吹，紫雲桃夏至音樂會。今日來到我哋節目現場，都係重量級嘅大來賓，歡迎阿頭哥。依容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嗰位難得同睇高雄相見嘅嗬，以前看到都係睇台北。有韓國難得5月8去睇高雄開演唱會，1月8也過貼片嗬，都係除了阿頭哥韓國一群非常優秀嘅音樂人以外，韓國有先前睇世界合唱大賽拿金牌嘅日本合唱團，係會共下表演。1月8我有安尼嘅機緣來到高雄開演唱會。因為高雄南部地下遇到朋友，有嘅客家人，有嘅唔係，全部希望係音樂人要回應講，有特別讓會辦音樂會，太長全部啲北部，係香港按多年來唔是啲南部來辦過，也希望自家生命有冇同樣嘅發展，嚟出來南部高雄地區來辦下。真嘅係第一擺哦，第一擺，係啊，以做來係四場嘅。見面四場嘅一種嘅音樂會。哦，因為阿頭哥也嗰度音樂會係其實蠻 close 的，蠻適合你的，就是跟大家很親近，同關注過集群咧。唔過1月8係去太場嘅哦。哦，太場係，一隻樂團，金融係我哋所以有請到高雄地區採體嘅。我哋合唱團非常優秀嘅日本合唱團，來為我唱兩首歌嘅，為本大家聽。唱客家歌，你都不能錯係咪唱客家歌？係啊，你儂冇認識的喏？嗰係一隻表演場所，拄好，拄到你按非常發達嘅，你都不能錯嘅後生人，佢哋看到藝術，阿頭哥打招呼非常親切。開始唱愛歌，哎呦奇怪，你有冇唱愛歌？唱其中一首叫做《風平浪靜》。有首歌請到合唱團會唱，冇想到日本人也會唱，唱來非常嘅好。這樣開始。你安尼牽起來，冇想到《風平浪靜》係改做2000年嘅專輯。冇想到伊能演出名竟然唱得非常的好。1月8路伊能都唔係唱《風平浪靜》錯冇？伊能係唱新嘅。唱新嘅兩首歌誒，一首係叫做《夢太海》，一首係叫做《牽牛花》，全部係熱情長春嘅歌誒。1月8我睇高雄開按太場嘅演唱會啊，人家係用嚟去問，我也嘅節目我用嚟安排。其實係以新嘅專輯按照呈現啲專輯嘅內容為主，有加設把啲依做下有代表性嘅經典歌曲，傳遞啲位。阿頭哥我唔定南部嘅客話咩講到安好呢？係會講失敗。講失敗。我冇想到按。完全轉換冇問題呢。幾認真啊！幾認真係哦！我還記得上頭到唔前6個時間，我都同阿頭哥講，我送拜訪問怕係20年前嘅事情嚟哦。呀，如果從妖精哦，原來已經好生哦。我覺得好奇都，我以前冇問過，因為我認識嘅時間，都已經係吟遊詩人，老人家，已經喺中國冇，已經喺中國嘅，中國嘅以前係做乜嘅啊？其實我成名歌唱冇同樣嘅想法。其實我也做過按到媒體，做起啲聯經公司、聯經出版社嘅一隻雜誌社，開始有做過文化性嘅，也係電視。目前也幕後也全部有做過，後生時全部有見過。後來怎麼會走到中國誒？其實後來我開始創作係差唔多1991開始，91開始我是做
回归到太自然，迄啲海水，迄啲三十体系开始染漂流木啊，染石骨啊、石头啊，还有金属啊、金属，去做雕塑啊，做一长时间以后，后来得到人送嚟把吉他，又开始弹啊，嗱，香港下条歌一本阿公堂，样开始下回归一家母语的客家歌。咁第拜下客家歌嘅，唔講我下本下阿公，係。也拜嘅全是傳獻。傳獻第波咩有一首歌啊，那望太海，咁到叫江鳳咩寫阿公嘅情感嘅問題，然後有寫傳獻，就是寫本加工，幾多啦，僕人係寫本，錢木鎮先生，錢木鎮，嗰種其實唔對人嘅感情係動情嘅呢，嗬。就係譬如說寫本阿公，都竟係喺寫嗰度係唔對人嘅嗰種感受，想去寫本人嘅呢個樣呢。錯，其實對人嘅情感係漸漸染出來。因為其實啲台北係咧，都所在台北人嘅時間，人與人之間嘅嗰種疏離感較強。我較唔會想去寫人咧呢一種嘅故事，但係吉他拿起來唱咧，一聽係情感嘅問題，情感出千多層次哦，老人嘅情感，了太自然嘅情感，也係看到越講有感覺，也係看到乜嘅太自然嘅描述也有，所以直到音樂做得豐富自家嘅生命。剛你做的講係很晚才找到音樂的嘛？可以這樣講嗎？還是其實你接觸歸走路接觸嘅？當然音樂呢種東西係喺生意嘅時間就有接觸到，但係呢種嘅接觸純粹係一種糖，去感受，希望有一隻機會講，自家來創作音樂出來。所以我嘅經驗係，從母語地步尋到親講嘅一隻旋律元素，來調起來創出來。我係印象嗰次都係我係太好，我應該係太好畢業。開始睇客家嘅天台這條路，能聽到客家歌嘅。我聽唔啲歌嘅，我學到呢，因為嗰度幾種裝批啊，主持人都同我講，山歌一定愛客家歌一定愛唱西安呢，一定愛西安腔。我家下係唔知海鳥腔係乜嘅啊？都聽到唔啲歌嘅，我想講，一個音調儂按貼片儂，家下海鳥聽唔識。人都同我講，阿套歌嘅嗬，都係伊嘅音樂嘅音，都同講法共樣。我都知道，我講家聲音冇上大，睇見也冇上大，聲音冇上大。我按你開了可以寫歌嘅啊！我大家同我講，一定要西安哦。人家第一個衝擊係呀嘅，後來都發現，真嘅呢，唔係歌嘅按好聽，我就係完全係同講法。嗰首聽嘅歌就很像有人在跟你說故事啊！盡量將音樂冇變成挺困難的一種，去研究，因為有啲講乜嘅，有啲唱乜嘅，愛好最好嘅音樂，因為係直抵人心做得胸下震動 vibration，嗰種嘅。像意大利文嘅咩彈唔識啦，法語啊咩彈我，咁因為欣賞外國人唱嘅咯，咁出係有一隻共鳴嘅感覺，
感觉迄嘛个迄奖诶，看到法奖，看到哦，掠树安奖、山安奖，迄全部迄一个共感经验。不过一开始写歌诶，你这个有发现，我一开始写歌诶愈喜好哦，有感觉哈？哦，切假的部分吼，当然，我係用一種嘅，我吃落去像寫日記樣，依做發生乜嘅事情，我老老實實嚟寫出來。當然，在了描述嘅過程地步，兩句話啊講啊，聲音無相打嘅本身呢一個語言的韻味而比輕順來。我做音樂出哈次元的表現出母語的一種的旋律性美的表現。意思會講，不管乜個語言，全部做到兩隻長度。我就像我哋一種唔會寫歌嘅嘅人吼，如果我都不是聽到人嘅歌，如果好奇，其實我又唔會講會了個，人嘅歌我完全聽得識。唔係，我按到西演歌嘅聽唔識咯。係呀，歌嘅還有嗰度故事好講哦，我哋聊一下嗰多種嚟唱到阿頭歌。非常多種嚟歡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係吟遊詩人陳允圖阿頭哥。阿頭哥喺2020呢，喺高雄美武營我來辦一場蠻熱大嘅一個演唱會哦，嗬！佢有嗰度佢優秀嘅音樂人，還有我哋南部嘅一個日本合唱團，而哋喺世界合唱大賽打頭名嘅拿金牌嘅哟，嗬！而大家搶下來演出，嗰時候我非常本人期待嗬，就然後還會唱兩條阿頭哥新嘅歌誒，寫做合唱嘅版本，唔彈過嘅冇？係忙อยู่咧，忙前唔前啊。我唔彈過，而能唱唔嘅風平浪靜。風平浪靜有彈過。嗰時候啲講而能也嗰個唱安尼。阿頭哥也係去年2014年出版嘅嘅第8張嘅專輯《傳現》。我感覺唔嘅歌誒，應該幾多年同講過，你聽唔嘅歌誒會風平浪靜。你係真嘅係。有安尼好過。係啊，唔本單寫歌誒，你上愛本人安尼嘅感受。我有一種嘅沉沉嘅一種嘅期待。我希望唱嘅歌誒有一種知道有心靈做得較平靜嘅一種嘅感覺。我是幾首歌誒不然聽到會經常越聽越煩躁。我是話可能也是佢需要本人嘅腳步較慢下來，心愛停下來。我希望我個有18兩種嘅效果。你嘅靈感係對哪來嘅呀？其實生活當中，希望慢下來，腳步慢，還有看東西嘅時間來變長變久。你就看到生命嘅變化，你就看到花嘅開起來一種嘅歌唱。唔係開花點點，有歌唱，看了生命、植物和生長，從爆芽開始，種子開始，飲奶突然行起來，生命的變化，我知道，因為係講按照優秀來看了世界，看了每一個生命的世界。會感覺到你嘅生命也係豐富嘅，唔係你生嘅天天，因為其實老所有嘅旁順嘅生命係有關聯嘅，
人老人之間嘅關係咪同樣相同，係有關聯。不過其實愛做一種專輯拍也唔難哦，吼，佢條路可以生產出來，因為日常所見，嘛嘅路可以變做歌誒。係啊，當中2003年到2013年，我差唔多10年間啊冇出版作品，但係我係繼續寫歌誒，個冇同樣嘅想法，還冇出去表演，因為10年間我哋寫曲。休息，我出到創作，每天愛精急來出版，上次寫好嘅歌嘅嗬，表演嗬，過一段時間拿出來，這個就看下唱解一擺，你就會發現你啊可能有一段拿鐵，你啊段描述唔好，忘記咗詩啊乜嘅，要改變。唔睇叫酒係咪？釀酒，有啲釀酒，有18種釀酒。哦，咁乜嘅原因睇2000上到2013年上去？我出到做一隻工作做差唔多有10年嗬，你就做嚟改變下。你要嘗試停下來。你還是要停下來哈，你已經是很緩慢的人咧，係嘿。我認為很需要更緩慢一點。咁除了唱歌誒，你還有乜嘅興趣？唱歌誒，當然太自然地度發生嘅事情啊，全部有興趣啦。比如講去觀察大自然啊，比如講去釣魚啊，去河壩露營啊，去海筍寮啦，也去草山嘅出去嗬，釣魚嘅啊，全部有興趣。咁一擺嘅傳獻啊，有當到跳歌嘅，每位出現睇演唱會。錯。唔透幾條本同大家分享好冇？如係應用你會寫出安尼嘅歌誒。其實我專輯第一首歌叫《鹹菜頭》，寫去。因為南部鄉親也非常熟悉嘅，就係因為客家人要醃菜，菜啦滷鹽嗬，像南部係啲嘅高麗菜乾嗬，細啊一道紅嘅度，被發酵過一長時間，唔知係19半年啊幾十年咧，打開嚟就改香拿原先嘅叫出來嗬，煲乜嘅？煲豬肉啊，煲。人哋有個炒菜。炒菜。高麗菜蒜，係個眼冇眼媽人哋，伊講高麗菜蒜炒菜嘅，高麗菜乾係豬湯嘅，我講要拌咯。豬湯。豬湯嘅，係做煲排骨啊，幾好食。係呀，像北部就用芥菜去做鹹菜。因為講酸菜嘅芥菜。其實係講。芥菜刀咧嗬，主要芥菜要做嘅時係家人嗬，去規家人規莊頭嘅人全部要統起來嗬，用啲凍下嘅日頭去曬半半年咧開始滷鹽嗬，和北部嘅家鄉關係就有太陽光，所以會腳細槍來落去嗬，搭鹹菜有啲韻律感。老人家要講，冇空空啲嘅塔要塔快啲咯，菜要塔快啲咯，溫柔是暗力，緩慢的力量叫暗力，暗力。介紹做鹹菜嘅文化，老啲環境嘅變化，青苔像老火房拆起以後，老人家冇菜咧。嗰種做鹹菜嘅文化也失去。我就寫鹹菜同寫起碼寫我吃到也10道嘅鹹菜嗬，杜飛10道嘅鹹菜，同人細嘅鹹菜，味是冇相同。嗰種宇宙嘅大家庭嘅假嘅味道走出來冇咧，連新嘅味道走出來，有人。就會反映家的味道，阿婆
一种慈祥的感觉，大概失去咧，冇咧，怀念。还有俺有听到就像啊，一摆会合唱我以为牵牛花。哦，牵牛花。哎，唐艺人咩？哎，很年轻呢。系圆舞曲。你想要写曲风咩？去多种吼。想要吃。系啊。我牵牛花呢首歌诶，就写讲我是学过嗰度动物羊的啦、鹅啦、鸭啊、羊的没学过。羊有学过，牛我没学过。哦。有一段时间啊，同一个朋友漂一只笔筒，笔筒，就个笔筒青苔咩，龟苔，哎呦，你个笔筒冇学条牛，水牛了，被浸水哈，以前去，做的，结果就去买一条生牛子，也冇贵。买到咧就被上次要牵去河巴笋，个笔筒去河巴笋，牵去食草，伊草食啦，要食树叶的啦，嘛该食得咧，伊要食。有时啊，看伊咧食牵牛花，按讲个法吼啦，夹要爱食啦，好食。哎呦，鬼片咧牵牛花按讲哦，去食啦。可能个牵牛花同了很多番薯叶系孔口的东西，牵牛花科的，我就看到牵牛花生命力是非常的强，旋转用地面上也是盘到树档，也是都太足头当过还有牵牛花，发现牵牛花每一只早晨全部。开发日头出来的时间有开发香的你，同你打招呼，像一个小喇叭，可爱的小喇叭打招呼。发现牵牛花是一种非常热情的花，也情感的部分是满分的，没想到要食得，牛要点食。给报纸写出来，牵牛花两首歌因为佢旋转的各种的情况，像也是风吹啊，迄个了不停同完旋转，像是圆舞曲的状况，写出来。头都冇了解自己阿头哥讲，公花荷塘同中国的荷塘等于。你刚刚体现了这句话。系啊。都过荷塘等一下呢，我哋聊一下各位继续来请教阿头哥。一条歌的故事，如果讲阿荷塘，你要不要开 podcast 啊？咁各位都可以我哋等一下个多进来。非常多种来福起来嘅现场，我哋今日嘅来宾呢係泰加路貴數師嘅阿頭哥陳運濤先生。我係第一擺聽阿頭哥講咁多故事，即係我上面呢就係講唔嘅歌嘅地步嘅故事，我講我都可以開一啲節目嘅。唔擺總專輯，如果都可以講嘅。你像頭都講牽牛花，如果有畫面呢，講不過就你看到一道畫面，路邊都一條歌嘅嘢。我係印象都係我睇彈嘅歌，小學同學會，小學同學會也可以變做一條歌嘅咧。小學同學會呢首歌嘅，險聽唔到專輯。專輯已經差唔多快要做好咧。結果我忽然間因為小學同學會結束以後，我想寫首歌嘅本小學同學做一個紀念。因為佢請我去參加了小學同學會，非常積極來請我，因為我也親手去參加聚會，但係嗰個因為佢非常嘅熱情，請我一定要去，我去了冇就開了
小学同学会，嗰陣就是要同學才構成的，比如哀默，也希望在最後小學同學會做的，讓我看到哇，本大家有一個嗰種圓滿的感覺，一下圓滿的一種感覺。嗰時都好係也係疫情期間，大家真緊張，就攀呀。我就後來就下出了小學同學會，我就知道人生做的見面係一個可能係一個神秘的一種嘅緣分哈。你久以前已經是熟悉的，但係什麼樣有啲太近，讓轉來了會會面。做的見面非常不容易我就將呢個會面到一種嘅感嘆然寫出來。小學嘅同學啊，講再見，可能聽講嘢上課要見面嘅，但係按老咧，60、70歲咧，也講再見，下回見面係 nice 咧。也就下出一個感嘆，我感覺講，因為每一個藝術家、音樂人，有的人可能寫歌嘅係為到我要做出一個作品，我要做出一個厲害嘅作品。不過我本人感覺唔係，就係我對生活上有幾多感受，你想要同人分享。我所有作品。對我來講，分享較重要過物嘅，因為所以畢竟作品所以本大家來談，大家來看，就畫一幅畫，你要辦展覽就分享，藝術作品也係音樂作品同樣，所以分享的心情反而不用你投錢，你係我的心情。每場演奏員講嘅，可能出發點係無同樣嘅。嗰種唔係過猜意講得獎啊，一度。唔是想去有人講你要去參加啦，你去參加個獎啊，一定得到乜個獎。我就想志在分享，不在得獎，係我心情。感覺係用音樂修行。嘅感覺，結果是一個 rocker， 如外形同嘅個性所長嘅氣態咧吼。按好分享，故說我會感覺唱歌誒，比如講有個人演唱會，我要怎樣規格什麼，其實也唔係個差異咧吼，就是我可以演唱分享，假如好，你會有演唱會要求一定要有什麼嗎？其實亞非嘅演唱會嗰種嘅規格來講，我係用比較民謠風，也帶一點爵士，帶一點搖滾，也係總講也有古典嘅東西。我樂團嘅樂數全部有也有民族風嘅，也。我按樣來呈現亞非的威武揚，一個樂團嚟呈現，譬如講吉他手係董運昌，係個大提琴范仲沛，Tosh 係bass Tosh，藤井君聰，還有紅姑咩高雄人，也係打擊手，還有。還有蔡偉進手風琴等等，還有小提琴手鄧凱鴻，全部係每個樂界頂尖的樂手。我知道係一個自然不管係錄音也係交朋友的過程，自然發生。向下搞起來。唱起來讓下聽錄音呀，合作歌唱地位，請自然成就的一個團體，
来了解了解来喂养啊，吃肉係成熟嘅，係自然發生嘅，唔會扭捏啦，我吃肉係一個好嘅事情，好嘅事情。因為一群音樂家咪係向下做傳獻一種傳系嘅音樂家。哦，嗰好呢，好，你係向下做一種傳系，因為唔就唔係會做出乜嘅作品為導向，你係好像因緣具足誒，大家向下做一件好高嘅事情，又可以分享俾大家。我所我有唱乜嘅，有唱唱一幾三年嚇，係冇東西好食。各去尋東西哈，尋材料哈，尋食材。啊，尋好以後呢，又就鑊嘅，係對咗乜個東西，有乜個菜又加落去哈。像原住民的料理啊，原住民的料理就是各自去採集哈，啊回來啊有山東的乜個，東北的乜個哈，要海島的乜個。芽菜啊，變成一個火鍋。哦，咩種大豆豉？大豆豉嘅意思係。係啊，就種人哋話說，就下擺睇無限嘅，媽媽買個東西像個，如果講大鍋菜。啊，大鍋菜好食。就幾好食啊！係幾好食。哦，啊，唔過也係因為要準確嘅食材，都係幾好嘅呀，然後又好食吼。食材本身係好食啦。嗰種也唔會去想講哦，唔會聽一張目標。那年我做一種轉型，也唔會吼，都係很隨緣安尼。原則上係樣嘅，不過我係有深感度嘅目標，希望未來做下多本聲音來唱嘅歌嘅。哦，小朋友，也係客台嘅大朋友，有印象。哦，因為也許多歌嘅我有聲音嚟嘅上。屯腔哈，很大誒，吼，你都係有希望講，聲音咧可以聽人唱，是有一種愛傳承的嗰種想法哈，包括俺哋嘅語言。我是知道也係聲音咧，細係講接觸嘅東西比較多，教造大人的東西哈，還是我感覺係美好嘅現象。可能兒童音樂係而有它深遠意義嘅一種內容喺裏邊。也聲音可能接觸流行文化嘅東西太做嗬，可能對佢唔係好事情。我有按憂心啦，有感覺到。可是我嚟講，如果想到我哋更加看到聲音嚟睇唱嘅歌嘅。可是呢，就係伊呢應該要有韓國度，比如講伊呢睇唱同台詞演有關呢，就幾乎冇啊。你除了嘅歌嘅嘛，就是他的歌裡沒有大自然呢，都是都市的。冇都市，都是快節奏，都是應該說聲音是開始緊張，還是沒改好嘅事情。哦，原來有按你嘅種子喺心底度。我心感度有按期待，希望音樂聲音心是平靜的。唔係個時節發現到，就係嗰度機會看到。因為我接觸聲音冇彈過啊，我知道也係聲音去教佢唱歌，也係強下來唱歌嘅，因為很多注意力冇一種聲音按專注。佢就變東張西望，心浮浮，心不定，他沒有辦法很專心地一件事情，要專心在一個目標。所以聲音心不定，其實沒好事情。過動嘅聲音非常的多。可是呢，假使我想音樂，大家如感覺音樂係個重要可以傳下去嘅，我想到語言，為聲音呢上嘅話，我哋我本人談論呢個嘅，也其實個重要呢。唔過嗰種冇乜人哋想一件事情。
是有想講捱乜嘅佢買，佢好買。係啊。其實我係感覺來吃了一隻老人家吼，本來一隻提示，就我寫湯寶寶嘅隻介紹過嘅年頭一隻李秀慧女士，啊，我問佢講你生年的時間有幾多很多兒歌，日本的教育的兒歌，比如可能500-1000條吧。佢哋細細時間有非常好的內容，當到詩人、作詞家寫的歌嘅，非常的豐富。你拿出來本來看係嚇到。也係從細音樂美學教育非常重要的基礎，因有幾多本因自家聲音來分享，確實他笑到非常成功。嗰時大家做得多啲錢，一到真係真係有意義，唔感覺唔嘅聲音嚟彈也係個好嘅歌嘅。6月20先去彈阿土哥嘅音樂會，買票做啲上 OpenTix， 都係嘉士達阿土哥嘅夏至音樂會，咩前面到，今日非常感謝阿土哥來同人哋撮了，咩預祝演唱會一切順利。什麼意思？6月20讓請大家來威武陽彈嚟無窮樣嘅音樂會，什麼大家？多謝，好噶，觀眾朋友冇轉台哦，接下來談論欣賞好好運動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讚，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